分享一個真實發生嘅買房故事。就喺上個星期10月2號，我哋門店嘅同事賣一套自己西區越秀嘅二手房。咁事情嘅經過就係客戶阿黃生通過其他門店同事嘅大漢傾價，最終係以低於銀行評估價800蚊1平方嘅價格成交。當天客戶阿黃生就交咗5萬嘅定金，約定節後銀行上班就正式過戶。但係隔咗2日，客戶阿黃生就以各種嘅理由話唔再買我哋門店同事嘅呢一套二手房。咁根據合同嘅約定，客戶單方面違約係定金不退。我哋門店嘅同事人就比較好嘅，退還2萬定金俾客戶阿黃生。咁套房就最終係冇成交。門店嘅同事白白咁賺咗3萬定金。咁可能就有人話我哋門店嘅同事唔退定金係黑中介。咁其實重點嘅就係我哋可以換個觀點思考一下，喺2025年下半年嘅房產市場走勢，客戶反向違約賠付3萬定金，你覺得佢係精明定係白痴呢？你覺得客戶阿黃生賠付嘅呢3萬定金值得嗎？歡迎評論區討論一下。